离开教会，信心冷淡，因为咱行袂路，总是咱的主要甲咱找倒转来。马太福音第9章36节，主耶稣讲：伊看见一群人，就动了诛心，因为因困苦无助，亲像羊无牧者。这所在羊嘛，毋是咧指起羊啊，咧指起咱。主耶稣看见有真侪人孤单无助，活伫痛苦的内面，因亲像羊啊。无牧者，无人去甲伊关心，无人去甲伊照顾，无人去甲伊安慰，无人去甲伊鼓励。咱就是要正做耶稣的手骹，到伫迄个需要的所在，伫遐安慰，伫遐鼓励，伫遐祝福，伫迄个所在来带到。圣经讲，有一个饲羊的，有100只羊，失落一只。失落这字是代表唔甘、着急、不安。那伫姊妹，我唔知恁有碰见物件的经验无？你的钱包啊碰见，你的锁匙碰见，你的护照碰见，唔知你有这个经验无？你有这个经验无？啊，大概大家人都有这个经验，无注意失觉察就碰见这物件。我要分享我嘛失觉察碰见囝的经验。我的囡仔，查某囡仔4岁的时阵，阮全家到伫日本去佚佗，特别到伫这个日本一个所在叫做浅草，日本叫做阿萨库萨这个所在。遐真闹热，有真侪人伫迄个所在。我嘛真好奇看真侪点带囡仔，囡仔差不多4岁。就我咧看物件的时阵，就毋知走去倒去等我头来看，囡仔碰见，我的心真着急。一般咱的心跳是72下，已经跳到要720下，因为囡仔碰见我到无顺样，世界各找拢找无。我发现日本人有一个真好的经验，大概常常咱台湾人拢碰见囡仔。所以呢，伊看到囡仔咧哭，伊就大人拢行做两边，行开一人行一边，互迄个中间的路出来，看一个囡仔伫遐哭，老母呢，老爸就真紧看到讲，迄是阮囝，应该带倒转来。我感觉这日本人有真好的教育知影碰见囝的艰苦。我也同款有这种的经验，真着急。真烦恼，伫遐撞，伫遐找，总是人我去边就看一个囡仔伫遐哭甲真凄惨。同款这种的心情，主要所在，迄个羊家己袂通去找草料，迄个羊需要牧者的带领，跳一个青翠的草坡，这个所在有这个凉冷的水通好啉。有时阵，这个羊也无法度抵挡这豺狼野兽的攻击。耶稣讲，一个牧者有100只羊，就放下99只去找迄只羊他的姊妹说：“你是一个牧者，你有100只羊碰见一只，你会去找无？会哦，感谢主，安尼你有蒙着主的心意。”现在有人讲，我100只碰见一只，无差甲迄一只，迄一只过来生就有100只，凊彩生嘛有几十只。总是咱大部分的兄弟姊妹拢有蒙着主的心意，讲碰见一只，伊就放下99只，因为因安稳自在，去挑找迄只失迷羊倒转来，直到找到为止。兄弟姊妹，今日你我正做基督徒，是毋是咱有同款望着主的心意这种的心情？伫咱徛伫的四周围的中间，也有真济只毋是主的羊，毋是一只，几啊百只、几啊万只的羊伫咱的四周围的中间。
总是有时咱也感觉甲咱拢无关系。我是徛起伫这个所在，咱教会才20几年啊，这附近差不多大家拢真熟悉啊。最近啊，咱也搁增加一间咖啡厅，伫一课边啊，还有一个叫做路易斯莎这个咖啡。啊，每一届有新的人来到阮这个社区，阮主动去甲伊请安，来欢迎因来到阮的中间。最近过去阮伫新城国中啊，一个家长来开这个早餐，就较少去何妈妈遐买早餐，来关心啊，阮的这个好朋友的家长。我伫遐嘛，甲伊邀请，欢迎你来到社联教会，你近近啊，啊。互阮有机会来听你，甲你关心，甲你祝福，互你的生理愈来愈好，安尼好唔好？哇，足欢喜的！伊讲即届拜5、拜6一定会来。兄弟姊妹，咱的大牧者耶稣来到世间，就是要敲碎每一个失落羊，来到伫伊的心怀中间。以西结书第34章16节，安尼写讲，迄个失落的。咱的主要甲伊找倒转来，就是迷路的要带伊，受伤的要甲伊包，要甲伊包好势，破病的也要甲伊医治。这个就是咱的主，咱的上帝的心意。第二项，咱看失落钱，第8个书摊，以色列这个做失人的厝，甲咱早前台湾的环境是真共款。迄个时阵住伫草厝，有人住伫土壳厝，大部分拢伫迄个土壳厝的中间。总是伫迄个土壳厝的内面，碰见一些囡仔，你要找实在是真无简单。因普通时，迄个厝内底只有一个细细窗仔门，互日头会当照入来。伫暗时无电火，所以因就用油灯，一个细细一个油灯。咱啊读马太福音第5章这个所在，主要所讲，有人点灯，无要放伫顶头下，是要放伫斗顶来照光全家人。迄个意思就是安尼。伫暗时，这个以色列人的中间无电火，因用油灯点火油来倒，放伫较悬的所在，互厝拢会当得到光。这就亲像咱台湾做风台的时阵，那熄电，咱点蜡烛，迄个蜡烛绝对袂放伫面床骹，一定放伫倒，放伫较悬的所在，互咱的厝拢会当照光。伫做些人的厝内底，用土砸好灯供个灯，还是按灯伫迄个内面，惊才袂触倒，顶头搁铺这个芦苇草。所以你钱落落去，实在是真恶伫找。搁另外一个就是伫8个书摊的妇女，伫结婚的妇女的头壳顶，拢有10个银，这个钱伫顶头，是代表伊是受祝福的。总是迄个10个银若碰见一个，都无完全咯。所以就爱去甲伊找倒转来。毋然呢，一个银会当互因全家一工会当食饱。你想？只有要紧，就亲像一个囡仔，就亲像咱的100块共款，咱一工会当食饱。伫这种的情形下面，这个负责人当然着急，赶紧要甲伊找倒转来。伫这段圣经的故事内底，来描写咱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？他伫姊妹，你有手10个对无？10个镜头啊，减一支去，安尼什么话无完全。伫属灵意义内底，就是上帝望全家会当得救，袂当一个失家落去。啊，弟姊妹，我相信伫咱正做基督徒的中间，咱的亲人、咱的父母，有真济拢毋是基督徒。若是安尼时阵，你信耶稣，甲你的家就拢无完全。我信耶稣，但我的家庭拢无信主，那安尼我的家庭就无完全受到上帝祝福。所以若是碰见一个，
爱甲伊找倒转来。这就是上帝的心意。既然是迄个未信主、冷淡、真久无来教会，这嘛是咱拍甲落去，咱都爱甲伊找倒转来，来甲伊探访，来甲伊关心，来甲伊鼓励，来甲伊找倒转来。因为主的心意是要完整。他哋即个，咱唔通掠做咱的教会，已经有1000人伫遮做礼拜，你无来做礼拜无要紧。就是因为你一个，咱的教会就无完全。你唔通了做，你一个今仔日无来教会，你全家无来教会无要紧，因为你无来，咱的教会就失落，就气格，就无完全，无法度得到上帝祝福。上帝的心意就是安尼。马太福音第9章13节。耶稣讲：“我来不是要钓义人，是要钓罪人。”他伫即个，咱都爱亲像这个妇人人同款，做伙来找，来挑找，伫你的身边、你的厝头、你的厝、你的亲人，也未信主的，你我拢有责任，甲因找倒转来。安尼好唔好？咱来做伙来挑找，甲因找倒转来。那安尼时阵，主的心意就会当伫遐得到完成。第三项，圣经咱无读，不过咱真熟的一段圣经节，就是浪子的代志。我用一个题目叫做《浪子的悲歌》，浪子的悲歌。咱看整个圣经，耶稣所讲的这个圣经内底3个譬喻的中间，真特别，拢是自产。100只羊失去一只，安尼是偌济？用100分比来比是偌济1/100，失了1/100。10个囡仔失了一个是偌济1/10。一个家庭父母有2个囝失了一个，安尼偌济1/2。耶稣真有描写，伫路加福音的中间，互咱一步一步一步来看见。愈来上帝的疼愈大，伫咱的中间，咱看见迄个宝贝愈来愈珍重，愈宝贝。一个囡仔是我尔啊宝贝，特别伫咱今仔日囡仔生真少的中间，每一个囡仔拢是父母的肉，拢非常的宝贝。路加福音第15章11节甲31节故事中间描写老爸的2个囡仔，伫犹太人的中间，甲咱台湾人真共，就是士大人也未过身，惊是袂当甲老爸讨财产，这是一个真不好的行为。伫咱的华人的传统内底，阿祖的财产是属于老爸，老爸过身了后，财产才属于囝，这是一代一代刷落去。虽然要处理一块田，有几啊十户伫咧中间，真歹处理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咱看这段圣经，这个第2囝老爸也未过身，就要安怎分财产？要分财产，当然老爸心真痛痛。所以上面知影，这个囡仔为着伊的理想，为着伊的梦想，要出外去打拼。总是老爸伫迄个不得已的中间，就将伊应该得的予伊。总是咱知影，这个囡仔出去了后放纵，老爸的心伫迄个中间，逐天看路，逐天伫门的所在咧看，望伊的囝倒转来。遐伫姊妹伫咱的生命内底，就是较歹的囝，嘛是咱的囝，安尼对唔对？较歹的囝，嘛是咱的囝；较放纵的囝，嘛是父母的囝。圣经描写，这个老爸逐天伫遐咧等待这个囡仔倒转来。等这个囡仔甲钱用了，不得不伫迄个所在拄着饥荒。爱去食猪所食的，就是已经落魄甲真落魄啦。因为猪对犹太人来讲
是一个无清气的物件。所以这个老爸看伊倒转来真欢喜，互伊新的衫穿，互伊新的鞋，互伊有新的手指，搁抬猪倒羊来请人家。兄弟姊妹，迄若是咱囝，遮尔放荡转来，我甲你讲，藤条已经准备好势啊。都是天父上帝用伊无限的听，伫迄个所在来接纳迄个失落的浪子。伫这段圣经内底，咱要看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成做浪子，因为安那，这个囡仔自我做中心，伊自私，无体贴父母的心情，无为着家庭来设想，只有为着伊家己的利益，为着伊家己的前途要去打拼。这种的，伊伫家庭内底用自我做中心的时阵，伊的目睭拢无看到别人，无看到伊老爸，伊也无去体贴。他伫即个今咱的社会，常常是人用自我做中心的这种的环境甲社会中间。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有一群的科学家，因勤劳会用复制人、复制羊，因感觉家己真熬。有一天，因就要找上帝来批评讲：你会晓做人，会晓做阿东夏娃，我嘛会晓复制人。等因做伙，也要甲上帝比赛的时阵，这个科学家就要甲图的所在买一把图起来做。上帝讲：这都嘛得过来赛，请你请慢咧。这个图嘛是我的呢，你唔通了做，你逐项拢会晓。连上帝所有的这空气中的元素、土地内底的元素，拢是上帝的，唔是咱家己的。所以咱唔通掠做家己真熬，需要谦卑。但是只袂记咱的社会内底，常常是充满这种自我最中心的人。意思咱甲伊传福音，伊无要听。掠做家己上熬，家己上厉害，我哪都需要上帝。这人更加是需要咱该关心、该听的。第二项，咱这个浪子就是行家己的路，伫一光下面来逃步。当第二后生，这个第二囝摕到这个钱出去了后，伊要去打拼。伊想讲，伊无要伫老爸边啊，逐工饲猪、饲牛、饲羊、饲鸡、饲鸭，袂出脱啦。所以伊就想要家己出去打拼，伊想讲要得到更较侪。伫迄个中间，伊伫迄个所在无拍算，将钱摕出去了后，就伫遐晃动。伊的理想、伊的梦想拢无去啊。伫迄个时阵，伊才知影，伊需要倒转老爸的厝。兄弟姊妹，咱有时阵咱嘛同款，咱活伫这个世间。有真侪人的梦想，有真侪人的理想要打拼，意思咱袂记哩上帝。6天做无够，礼拜日搁做来斗，影啦6天打拼，第7天上帝甲咱讲爱做礼拜敬拜上帝，所以咱嘛是同款，为着咱的理想要赚搁较侪钱，咱伫遐咧打拼。我毋是讲赚钱无重要，都是咱即使若是为着不断为着金钱地位，真济伫遐咧倒步的时阵，咱已经甲上帝放一边啊。真出名德国哲学家康德，康德一世人来研究这学问，伊讲伊咧探讨4个问题，人会当知影什么货，人应该做什么货，我会当毋茫会当做啥。人类活的是为着啥？真出名的哲学家，咱来读西洋的哲学史，咱就当读到这个康德的一个知识理论的批判，一直想要了解更较侪只的，总是人人捌更较侪，无上帝，拢要规伫空空。传道书第1章第20节讲，人一切落落，就是伫日光下面的落落，有什么利益呢？兄弟姊妹，
这个所在无否定咱需要打拼，无否定咱需要努力，是因为咱需要知影，所有一切努力打拼背后，拢有上帝听从恩典陪伴咱。这才是咱基督徒的人生。那安尼时，咱就袂成做一个浪子。真出名法国的哲学家巴斯卡，伊讲，人的心内欲望真大，就是甲咱的心内将所有地球放入去咱的腹肚内底，有时阵咱感觉也无够个。咱伫世间，其实咱拢成做浪子。上帝一直在等待咱倒转来，上帝一直在等待迄个失迷人生的方向的，会当赶紧倒转来。咱的天父，亲像这个老爸，逐工伫遐咧等，逐工伫遐咧期待，伊所听的惊喜会当倒转来。罗马书第5章第8节第9节讲，上帝的听，咱显明无比的听，伫咱要搁做罪人的时阵，上帝就听咱。他的姊妹，咱何等的感恩呢？咱何等的感谢？当咱要搁做罪人的时阵，当咱要搁做浪子的时阵，上帝就安尼在听咱。咱要安怎样将这个听甲人做伙分享？真出名的报道家穆迪，一届到伫英国报道的时阵，拄好经过一个真出名的艺术的画廊，伊经过时阵，目睭看到一幅图，互伊感觉真感动。这幅图就是啥？就是一个人伫海水的海的中间，浮咧沉咧，伫迄个中间，常常要死去的时阵，伊的手两只手夹掉一支十字架，互伊怎啊浮起来？目的讲，这个画家实在是真牛。那这个画家真牛，伊讲感谢上帝，我真做基督徒，我亲像得到耶稣迄个十字架救恩，我已经上岸，我阁无伫海水的中间沉咧浮一个，我已经得救啊。等于这个目的报道会了后，阁倒转来的时阵，阁经过这个画廊，目睭一看，阁看到另外一幅图，这幅图同款。人伫迄个海涌的中间沉咧浮者，沉咧浮者，伫迄个要死去的中间抓着一支十字架，一支手夹着，总是安那，伊另外一支手，佫扭遐要沉落去的人。穆迪看到这幅图的时阵讲：啊，我了解上帝的心意。因为阮诚做基督徒，阮常常自私，掠做家己已经得救，我已经上岸了，我感谢上帝啊！但是我袂记得，还有真侪人伫迄个海涌内底沉落去、浮起来这的人，我袂记得爱恁该救起来。穆迪看到这幅图，伊讲，伊伫马上跪伫迄个所在，甲上帝认罪、甲忏悔。看到这个目的家己的见证的时阵，我嘛非常的感动。他伫姊妹有时阵，咱已经成做一个真自私的基督徒，咱习惯咱已经得救啊，咱感谢上帝啊。但是咱袂记得，伫咱徛起的四周围中间，还有真侪人毋捌着耶稣基督的名。咱做基督徒久了后，咱的心已经麻痹，已经冷淡，袂记得讲咱需要将因有缘带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因为咱的生命中上大喜乐，就是得到人的生命喜乐。兄弟姊妹，我看咱中间大部分的人，拢是已经到伫人生下半场，人生的下半场。人生下半场上有意义、上大的快乐，无过再是趁钱啊！我无讲钱无重要，但是人生的下半场上重要，就是咱会当去得到人的生命来归伫耶稣基督。亲像最后所讲，亲像一只羊仔拍卡落去，该找倒转来的时阵，
比99个我们悔改的人更加欢喜。标杆人生的作者华里克牧师伫伊所写的一本册，这天是为了你，这一天是为了你。内底有记载讲，教会，今咱这个教会，唔通干那只有剩一支嘴那点。我看到这的时阵，对我的心肝有真大的刺激。就亲像牧师共款，拢剩一支嘴那点。伊讲。伊谦卑反省，华里克讲，伫耶稣基督的身躯内底，过去50年，伫教会中间，常常是讲真济，但是做真少。华里克嘛伫迄个所在咧反省，牧师我嘛爱反省。今咱的教会又愿定心伫这个所在，搁一摆来反省。咱听真济，讲真济，但是咱所做的是遮尔啊少那点。他伫姊妹问咱做伙来望到主的心意，会当经验到，带人来认捌耶稣基督，迄个心内无比的欢喜甲感谢。迄个羊仔拍卡落去，甲伊找倒转来，哇，真欢喜。迄个囡仔拍卡落去，佮找到，真欢喜。讲天顶的欢喜，无比这个更加欢喜。上帝来祝福大家，互咱的人生的下半场上大的欢喜，就是经验咱得到人的欢喜。做伙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阮伫你面前，搁一摆真侪悔改。有时阵，阮伫教会受真侪造就，受真侪训练，听真侪道理，总是。阮的骹，阮的手，软高高，阮袂当做什么？特别上帝，阮恳求你怜悯阮。等教会要进入伫报道修挂的节期，互阮搁一摆点到属灵的热情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搁一摆看见世上的灵魂需要阮参与，来甲因带领，来甲因陪伴，甲因鼓励，互因有份。伫主救恩的稳定，特别上帝，阮要一改，搁一摆伫你面前来悔改。有时阵，阮成做基督徒久了后，阮变成做一个自私的基督徒。特别上帝，阮恳求你，互阮要搁一摆领受主的圣餐的时，恳求迄个火热的心点倒伫阮的中间。将迄个热情放伫阮的心内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阮就欢喜传讲主拯救好好的信息。伫你面前，阮同心祈祷，外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